我想要的是你平安。白冰花，小殿下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是谁啊？小神名吴焕，乃凤族中人。哦，这里是梧桐林，您昨日被无锡所伤，是真神抱着您回来的。无锡怎么样了？被神尊正法了。什么？小殿下，我只不过是受了一些皮外之伤，那无锡可是凤燕唯一的牵挂，他为什么非要杀了他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可觉得还有什么不是？我们答应凤燕，要留无锡一条性命。你现在把他杀了，将来如何向凤燕交代啊？你先下去。是。起效了没？没有。本尊说过，只废除他全部修为，说话算数。我就知道我错怪你了。刚才照顾我的那个姑娘吴焕，她看上去像是凤族的低阶凤凰。听说凤族之人惯以出身论贵贱，我想，许多凤族的低阶凤凰都会羡慕因为出身高贵而可以当神兽的凤燕吧。我想吴焕也是。你想提拔他为神兽？是，我若选了他，就是想叫他们知道，本主神对待三界之人一律一视同仁，绝不助长他们唯出身论的观念。啊，对了，我若是提拔像吴焕这样的低阶凤凰，那凤族的长老会不会有非议啊？反对肯定是有的，所以你要想个万全之策，收服凤族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助力。这是左为真，右为假，如何取舍，由你决定。白冰块儿，原来你早就有准备。没想到你真是太厉害，太无敌，太令我佩服了。本尊不喜欢你靠这么近。那咱们抱着的时候，可比现在近多了呢。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视野